2026年，紐約買樓出現咗一個好明顯嘅現象，逃離布魯克林，轉戰史丹頓島。點解？因為布魯克林嘅樓價已經升到離晒地，好多想搵大啲空間、好啲學區嘅華人家庭都紛紛跨過條橋。今日我哋就用最新數據同大家分析布魯克林嘅高樓價點樣推爆史丹頓島嘅房市。睇返最新數據，布魯克林嘅樓價真係升到令年輕人望樓興嘆。尤其係我哋華人好鍾意嘅八大道或者 Sunset Park， 人多擠迫之餘，想買間像樣啲嘅屋，隨時要準備百幾萬。呢種擠出效應，直接令到好多人將目光轉向隔籬嘅史丹頓島。相比之下，史丹頓島簡直係性價比之王。交通方面都有好消息。政府正計劃將史丹頓島嘅渡輪航線延伸到布魯克林嘅灣脊區 Bay Ridge。一旦打通，兩地嘅經濟同交通往來會更加頻密。呢種聯動意味住史丹頓島嘅樓價仲有排升，因為佢正慢慢變成布魯克林高淨值人群嘅後花園。中島區，如果你係喺布魯克林住開，想搵返嗰種便利但又想要郊區空間嘅家庭，中島區絕對係你嘅首選。2026年嘅現實係，布魯克林嘅高房價係史丹頓島房市最強嘅推手。買家建議，如果你仲等緊利率跌，你要考慮下，到時會有更多由布魯克林湧入嚟嘅買家同你爭。先鎖定資產，後調整利率 ，Marry the house, date the rate。喺呢個強勢市場依然係最明智嘅玩法。結語：想了解更多兩區嘅樓盤對比，記得留言話我知。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帶你搵到紐約最值得買嘅屋。下集見。